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係重大國家戰略。廣州南沙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嘅大灣區合作平台之一。南沙係廣東省廣州市最南端嘅行政區，位於珠江出海口，東面連接東莞，西面連接中山，係廣州對外開放嘅中心之一，亦都係連接珠江口岸城市群同港澳地區嘅重要樞紐性節點。2022年，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出台。總體方案出台，賦予咗南沙立足灣區、協同港澳面向世界嘅重要戰略定位。呢啲重點嘅方向同香港銳意發展嘅政策領域互相呼應，有助香港參與南沙開發建設，亦都為香港嘅企業同埋人才提供龐大嘅發展機遇。南沙方案提出5大發展方向，包括科技創新產業合作、青年創新創業合作、高水平對外開放、規則銜接機制對接，以及高質量城市發展。南沙呢度無論你係做研發，你係做呢個生產，你肯定你嘅人力成本啊，其他成本呢係會有優勢嘅。嗰個優勢就係我哋係可以更好嘅走出去咯。香港其實可以係有高度嘅市場化，包括我哋嘅質量檢測啊，包括我哋同國際嘅聯繫啊，呢啲都係我哋嘅優勢。港資呢個品牌喺內地嘅用戶心目中啦，咁呢個品牌嘅認受性係高嘅，產品嘅質素啊，佢哋都會更加有信心。南沙推出一系列惠港政策，為港資企業同青年人開拓寬廣嘅發展空間。目前南沙有超過3000間港資企業落戶，加上生活配套齊全，吸引過萬香港居民聚居，服務港人子女嘅中小學，由內地同香港兩地合作成立嘅大學，以及為香港長者規劃照護服務嘅養老院，都有助進一步推動大灣區民生融合。未來南沙係會持續用力推進基礎設施嘅硬聯通、規則機制嘅軟聯通、穗港澳居民深聯通，先行先試推動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嘅建設，促進人民相親、民心相通，打造國際一流嘅灣區同埋世界級嘅城市群。